这都能干得出来，看着一个个都是天真烂漫、品学兼优的样子。子琪，哎呀，那个廖老师可真不容易，当个老师还被人说闲话。哎，这说到底呀，也怪他自己平时生活不检点。你说他自己干那点事儿，干也就干了，干嘛总拍那么多照片啊？这图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们俩说，有的人呢，他就有这癖好。叶玉虎，哎，廖老师，手里什么东西啊？来，拿来看看。这是什么呀？烟。廖老师，您来一根，来一根。哎，叶玉虎，难道你不知道学校里是不可以抽烟的吗？小违例。所以我今天要没收你的香烟，交出来。走了。廖老师，你可真是个土豪金啊！这烟市面上得100多呀，我们这些穷人还真是没抽过。啊，这个朋友给的，要不我能沾点光吗？行。我说老师，叶一虎，你中午不睡觉，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老师，我来就想告诉您，那个烟别抽，那个是我弟弟恶作剧，在里面塞了鞭炮。什么？老师，你的嘴。叶一虎，这里没有你的事情了，回去睡觉。对不起，老师。怎么样？还不知道。虽然这家伙一开始着了道，但是我刚才进他办公室，他好像还挺警觉的，和之前那些老师不太一样。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吧。我去。